諗住狠心買一把最好嘅紫砂壺嚟應付日常嘅沖茶，呢個可能先至係最嘥錢嘅做法。可能你會覺得只要買得夠貴夠頂級就可以一勞永逸一壺走天下，但個現實係你未摸熟泥料特性，唔熟用壺技巧，甚至可能都未熟悉自己口味嘅時候，係好難買到一隻真正合適嘅壺㗎。今日中意呢隻壺，3個月後可能已經配唔上你已經進化咗嘅味蕾。所以我覺得人生第一把壺從來都唔係要揾最好，而係我作為茶人嘅第2個起點。紫砂壺係我建立茶生活嘅第2個重要伙伴。我透過呢把壺先知熟普原來係要用紫泥壺先沖到咁順口，用豬泥壺沖鳳凰單叢先知乜嘢叫真正嘅爆香。原來你屋企嘅茶席係要配石瓢先好睇。呢啲感受同經驗都係建立緊一套你自己嘅睇壺標準。當你再去市場揾壺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你手上嘅靚茶係要配乜嘢嘅泥料同乜嘢嘅器型。呢隻壺靚喺邊度，而佢係咪又襯得上你屋企嘅茶席呢？等等。所以話我覺得最好嘅投資就係增值自己嘅眼界同經驗。與其去揾一隻最好最貴嘅壺，咁不如先用一隻泥料正宗、價格輕鬆嘅半手工壺作為你嘅起點先啦。而我已經幫你篩選咗一批入門首選嘅半手工壺，都係價格輕鬆嘅壺，泥料都幫你把關埋，唔使擔心有假壺。而家用呢個優惠碼買，即刻有800折，仲會送你一張50蚊嘅現金券同埋一張全手工嘅紫砂壺抵用券。等你未來進化咗之後，都有一張折扣券可以用。詳情係點樣用，喺晒下邊資訊欄。有咩唔明就隨時 DM 我哋啦。